迎接蛇年的来到，中嘉宽平伫咧全台的门市举办鸿运当头、新春花孝的活动。16号分别伫咧台南的三冠王甲上主青，邀请到陈鼎才甲杨玉秀两位书法大师现场来写毛笔字，一包一包吉祥如意的春联，嘛互来请讲的民众感受到厚厚的过年气氛。好，马上谢谢，恭喜，祝你快乐哈！还不错，蛮有喜气的，就是还可以回家挂这个春联这样子。这样，我拿到的是什么都好，代表今年的发生的事情，应该都什么都好，都顺利这样。中嘉宽平三冠王上主青总经理陈建春表示，有线电视当年回馈地方绿色族群。提供有线电视免费，甲着网络半价的优惠。伫个每年的1月份是新办的高峰，门市举办春节花孝，除了提供民众免费来索取，嘛增添春节的喜气。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常年都提供给我们低收入户收视费免费以及宽频半价的优惠。那1月份呢，刚好都是我们这个申办的高峰啊，所以今天我们双子星三冠王在我们的门市举办了春节挥毫的这个活动，那希望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大师所写的春联呢，那提供给我们低收入户这边免费来使用，那帮大家增添一些喜气。那也非常欢迎我们的低收入户呢，尽快来我们的公司这边申办，那我们会提供收视户免费，然后宽频半价的优惠。现场中嘉宽平三冠王上主青总经理陈建春嘛带领同仁，提前向着民众来拜年，期待新的一冬什么拢好，继续提供社区更加优质的服务。中嘉集团祝大家新年快乐！台南新闻跟采访报道。